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我哋係市道視頻，今日係2025年嘅3月10號，同大家講嘅呢就係恒指去向，而呢一個去向呢，主要係由一個原創指標嘅啟示得嚟嘅。呢個指標呢，就係動力指標，詳細啲講呢係世界動力指標。咁我哋研究咗呢已經好多年㗎啦，係血淚嘅成果。今日大家睇呢個視頻呢，係會員課程嘅部分內容嚟㗎，所以呢係先俾會員睇呢套片，睇完之後，然之後呢先至會向公眾發布嘅。咁時間呢，相信都會相差幾日㗎啦。請支持我哋市道視頻，請訂閱我哋，同埋盡量睇片睇到最後，因為 YouTube 咧係非常之重視大家睇片嗰個持續時間嘅。嗱，我哋跟住會睇嘅咧就係一張圖表，就係恒指同埋世界動力指標嘅圖表。係啦，呢張就係啦。嗱，上邊咧就係恒生指數，係去到3月7號，即係星期五啦。咁恒指咧係上升到24,500點嘅 ，OK。咁下邊咧就係世界動力指標啦 ，OK。嗱，我哋睇睇啦。要想知道恒生指數後市係如何呢？我哋主要就睇睇下邊嘅動力指標。嗱，最近呢，見唔見到動力指標啊？去到呢個位嘅，呢個位呢係咩位呢？就係喺呢條上邊黑線嘅上邊，喺黑線上邊，而且呢係見頂回落跌翻落嚟嘅。係啦，去到個咁嘅位。其實啊，之前曾經咧有幾次咧都去到類似咁個位嘅，喺黑線上邊啦，跟住咧就到頂回落，OK 幾次噶啦。咁我哋發覺啊，佢哋嘅共通點嘅就係逢親動力指標去到呢啲位咧，之後恒生指數咧係會下跌嘅。嗱，呢次係咁樣下跌啦，跟住呢一次咧跌得好多啦 ，OK， 2000幾點嘅，再跟住呢一次都唔少嘅，都有2000點嘅。嗱，呢一次咧就少啲啦，大概700點到。呢一次咧亦都係600點到啦。呢一次咧大概係1000點度啦。呢一次咧，暫時嚟講咧，大概係1500點。喂，好啦，但係無論點都好啦，都係去到呢啲位咧，就會見到恒生指數咧係會跌嘅，而且最緊要就係預示恒生指數跌，即係話恒生指數未跌咧，就已經呢個動力指標咧已經見頂回落噶啦，喺黑線上邊見頂回落。好，我哋睇一睇咯。頭先講去到呢一個位，黑線之上邊見頂回落，咁恒生指數就會跌啦。但係假如佢呢個指標啊一路咁跌穿埋虛線，好啦，喺虛線下邊反彈翻上嚟，翻上嚟虛線，跟住又掉頭下跌咧，由虛線下邊再跌咧，嗱咁咧又有啟示嘅喎，就係點啊？如果係咁咧，即係話由虛線反彈翻上虛線，再由虛線跌落嚟，咁恒生指數咧就會跌2000幾點噶啦，得唔得？
好啦，咁我哋望一望而家嘅後市啦，去到3月7號星期五，後市會點呢？原來啊，最近都係啊，佢唔單止喺黑色線上邊見頂回落，而且跌穿虛線，反彈翻上虛線，跟住再掉頭開始落。咁我哋睇翻下以前啊，有歷史揾翻啟示啦，好似呢一次咁樣。如果佢反彈翻上嚟虛線，升唔穿虛線，跟住繼續下跌呢，咁恒生指數就會再跌2000幾點㗎啦。咁今次呢，其實係類似嘅。OK， 首先喺黑線上邊跌落嚟啦，跟住跌到下邊反彈翻上虛線，又再跌過，所以恒指好大機會咧係會大跌嘅，係會由頂部咧大跌大概2000至到3000點度。咁如果大跌咧，跌到咩位啊？係啦，22500至到21500，係可以跌到呢啲位嘅。如果有需要，甚至可以跌得更加低添，即係話甚至跌穿21500都可以。嗱，想避免呢一個大劫咧，除非大戶係肯大咁用力，但係啊，呢個機會其實係非常之微嘅。另外一點要留意嘅就係，雖然我哋話恒生指數會大跌，但係喺大跌之前呢，其實佢仍然係有力咧，再升多一次嘅，係可以再升一次嘅。即係話恒生指數咧喺真係大跌之前咧，係可以再升翻上去25000點，甚至更加高一啲。好啦，升完呢次咧先至大跌，係可以咁嘅。當然啦，亦都可以立即跌落嚟。OK， 兩個可能性都有。當佢跌落嚟嘅時候咧，我哋仲要留意恒生指數嘅路線圖啦。冇錯啦，我哋根據以往恒生指數佢嗰個特性，就揾出咗佢升跌嘅路線圖。呢個就係啦。OK。呢啲價位咧就係升跌嘅中途站，即係話佢去到嗰啲位咧都會停一停，甚至調翻轉頭嘅，得唔得？嗱，咁呢啲中途站咧係根據市勢咧而變嘅。嗱，佢唔會經常變，但係佢係會根據市勢而變。咁最更新嘅升跌路線圖咧就喺呢個網站，我嘅市道呢個網站嗰度可以睇到噶啦。好，我哋話如果再升咧，其實啊，佢可以升到上25000，其實可以甚至更加高啲嘅，升到25300，甚至25500。喂，點解可以升到咁高啊？主要就係因為啊，呢一個最後一升咧，可以升得咁高咧，主要係因為係啦。因為散戶，如果散戶係大開淡倉咧，咁個市咧就會變為乜嘢市咧？嘅淡倉嘅市啦。之後咧，夾淡倉係會不斷升嘅，升到幾時先至唔升咧？直至到係啦，散戶嘅淡倉投降為止就唔升啦。所以我哋初步估計係有可能
大跌之前升一升，升翻上25,000係可以嘅，呢個大戶有力咁做嘅。但係假如到時散戶係大開淡倉咧，咁就可以更加夾上，甚至夾上到25,300至25,500噶啦。嗱，請留意啦，即使係有咁嘅情形發生，夾淡倉出現，去到25,300、25,500之後，始終都係要跌嘅，始終都要大跌嘅，冇錯啦。最後升一升 ，OK， 之後咧就會大跌㗎啦。嗱，我哋呢個世界動力指標咧係100%原創，所以係只此一家。OK， 我哋都有信心咧，係好難有第二家㗎啦，因為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先至可以揾到出嚟嘅呢個指標，先可以研發到出嚟，係做咗好多研究嘅，咁所以其實係好難有第二家㗎啦。而呢個世界動力指標咧，最早咧係會先提供俾會員嘅，會員睇完啦，我哋就會發放俾公眾。另外咧，我哋之前都曾經新增啲短片，但由於太忙啦，咁而家咧我哋再整裝出發，將會再拍多啲短片。嗱，雖然短片嘅內容咧係比較短一啲，但係質素咧我哋要求一樣係要高嘅。咁短期之內咧，大家就會見到㗎啦。嗱，我哋用原創指標咧，就可以透視到港股嘅真相。嗱，睇到呢啲真相，有咗呢啲知識咧，先至可以預知風暴嘅來臨，同埋避免中伏。希望大家覺得呢一個視頻咧係有用啦。如果想攞到我哋最新嘅市況分析咧，可以去到市道呢個網站。咁喺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好多有用嘅指標，例如大戶指數、散戶指數，同埋其他非常之有用嘅資訊嘅。請支持我哋原創。原創咧係一條真係好崎嶇、好辛苦、孤獨嘅路，我哋已經行咗好耐㗎啦。OK， 咁請支持我哋市道視頻，請訂閱我哋，同埋推介俾其他有興趣嘅親友，同埋俾少少精神上嘅鼓勵俾我哋，就係撳 like 讚賞呢個掣。如果係有留言嘅咧，我哋都非常之歡迎，尤其是係有建設性提議嘅留言，我哋非常之歡迎嘅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個視頻再見啦，再見，拜拜。